是卢庆文，今年38岁，在鹿野乡永安国小担任教职的工作。我是这一次丰里邱家古厝的摄影。我是范建海，今年59岁，也摆首届罗布图片，我是200后人。我是范建玉，是关山工厂的先生，今年50岁，我是负责了摆纪录片的总监。我是蔡宜恩，我服务于关山工商，在这纪录片中，我负责是场记。要学校先生就退休依然，大家面对镜头的世界都唔系安自在。不过两群看起来冇相干的人，2日稍微到强涨目标，其中强下。都要下来，全部都要下来。全部都要下来。烧柱香啊，请这个地方的所谓的在座所谓的附近的大家众神们啊来保佑哈，这个都要做的哈，这个是一种规矩哈啊，尤其是开拍的第一天更应该要这样子哈。因为你客家文史工作者来特别片的哈。要求家付出诚心诚意来做了个记录，希望你做你从天体忠信，然后来保佑工作顺利。好，开工！来啊！好。这里也是一样2段。今年2日都5管不演戏，难怪面对镜头的世界总是叫叫扭扭。原來佢哋都係求熱，東推翻客家上任人才培訓班嘅學生。不過佢哋並冇聽年考場嘅結束就結束嘅，變到係虧損嘅佢哋嘅讓上紀錄身份。我哋嚟講啊，我哋就成立一個班會，啲經驗開始呢，我哋就特爭嘅呢，就可以擺嚟做熱會嘅計劃，做埋發通係講大家嚟討論。啲旁白嘅片呢，录影带给场记那边写好之后，你就要进来了，就已经放进来了，好放进来了，对。那time code要出来了。還有時間啦，無論係簽注中一嘅天然調查、社企法案，又係高창當中嘅人長技操作、採訪技巧，落協普高效嘅建設配樂兩調，啲溝通行都要專業嘅先生做培訓。不過談係談，實際操作就冇強做。其实就真的臨場感，我覺得比較不一樣。因為你有時候你必須要像這2天要拍的時候，我必須要很緊繃，就是好像不能出錯一樣。然後喊卡的時候，如果出在我這邊，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。好，鏡頭往上一點，再往上一點。NG。那個。你應該規版人同意嚟特色就特色嘅工作。導演呢，嘛係就我哋板上呢選出來嘅。攝影師、燈光、場記按照規天呢規格嚟做樣嘢，所以講特色通常就上色，特色通常就學習嘅機會樣嘢。看着要拍一些特寫啊，到時候好用啊哈。像現在移動之前，先不要動。你攝影師可以自己拍。你不見得導演沒有吩咐你要拍哦。好了，來，5、4，要主動的去拍這個，幫那個後面剪輯的人哦，要做一些的動作。3、2 ，Action！ 這個，比方講說，你要把這個水底的，跨下來，好嗎？這很重要。現在這個側寫了哈，從這邊開始側寫，往下，這個昭和10年哈，1月哈，這個地方。雖然並本好讓自家去做，不過先生看北風還係衝頭的順條本記的指頭。這樣子的停就對了。對，不要停機，好，那就把它亂一個左右，到時候你要用左邊右邊隨你，好，這個一定要把它做好來。整個空景把它讓一下，兩邊都要，因為它的精華都在這個地方，它的書畫它的安排，你看書畫的安排，這個是整個廳的。Ready？
5、4、3、2 ，Action！呢個先突然見到工作團隊溝通，無論係電工、國土，也係軟件領導，搭鋪都會把握得當好。啊，即係講強調協調，韓國人會強調，唔係講韓國嘅上切住做點咁樣啦。所以協調強調協好，我就想到下一屆強調會做乜嘅東西。發展會突然減起吧，公務員人退休過後就下去工作。回到呢一部紀錄片，佢用嚟講兩年嘅時間，前後去修復10個擺，就全面訪談，將將起吧案寫出來。運用嘅老休假歷史、老經典嘅文化、藝術，用喺老去表彰起來，一最主要。為採花蓮人福利鄉嘅修復老屋，係住東中群80年嘅歷史建築，看起來薄荷嘅外表，實際唔係佢嘅歷史風化。日本水台修復研究為抗議，對編導制度後山，對拍攝作到變做當地嘅台風演假。修復嘅假措施，締造其行業居民後山嘅歷史當中，係當做代表性嘅職責。後山一處後山客家人建造嘅老屋，佇接近灣體嘅邊緣，本人叫到轉來，從此受到社會大眾嘅注意和關切。建屋是日本時代政府新面嘅做有喜好嘅吼，家下佢喜好了做屋是攞啲普通三合院吼，其實都好相反啦，因為佢做店嘅咩，啲店面佢做賣肉嘅，韓肉，佢哋要做店面，後邊佢後兩就兩片就後兩，佢那個三合院都好相反啦。後家古屋，屋梁嘅建築係傳統式、貼地式混合建築嘅屋型，採用貼地式嘅目的係為咗將堂堂嘅壁、樓梁之間用雕刻、彩花、書地來表現出佢嘅特色。3、2 ，Action！隨住回顧歷史、做文化，本讓上團隊決定，而用修復嘅故事做戲片嘅主題。看到很多年輕嘅好朋友安倫同人哋關心，52萬分的感激，真的。我就按樣嘅機會來保存人家嘅學習，嘅行人家，也一種精神嘅代表啦，看一下茉莉。對了，到這邊，到這邊。17秒26。對啊。17點可以。好。特別協體住宅鏡頭，就酷地住網頭前控人，險好出國嚟住擺。All right. Perfect. 我咪講啊，何搞係心態吼，你協調從出絕唔係。不過佢限擺整出來，半點鐘24分鐘，還是24分鐘，也講1點鐘，弄起挨落個熱情吼，然後去做下好掉。啊，當然野菜呢吼，你們要注意到天陽、天時，佢哋翕，佢哋作個國土。看那專業咪用專業咪吼，你用去翕啲東西。嚟看吼，5、4、3、2 ，Action！ 以前是喺花蓮吼，啊個叫香港，個客家會談有點土產。今天會比較累一點，因為今天有上肩啦，上肩就跟拍那個沒有，以前都沒有試過，所以可能。拍下來不知道能不能看，不知道又不能練下來這樣。不要停止呼吸。要，尤其是錄影的時候，鏡頭近一點的時候，都要好像練太極一樣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還要不能呼吸。除了突然，也讓是海南係最普遍的新派嘅關鍵。透過鏡頭影業傳遞信息，也讓是老突然為動表達。因為可能是我自己攝影師的要的部分，
跟导演要的部分会不太一样。那可能我就必须要我先取好镜之后，再问一下导演说哪一些镜头需要取舍，或是哪些需要修正。你都不用动，就调好了就跟着。对，调不要动，就靠真的要靠我。团队合作，大家會相互信任，總算係辛苦嘅協好咧。不過還忙索咧，後製、剪輯、構造為動態宣示。这个地方它不需要开口，这个时候它就剪到说，这一把，但是它这个的影像部分插其他的这个场景。他如果讲到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字，我們之前拍的那個把它插進來，畫一下。貼紀錄片為當到嘅演烈活力事件流錢，不過幾條沙漠任何嘅經費內路。完全係自發性嘅投入提供人像記錄，其中未有唔係客家式嘅後山，還有人特別對推南是4點鐘嘅差嘅來。一架我哋盛裝嘅那種嘅沙器啦，係講我哋盛裝嘅那種嘅土地咧，我哋一架嘅摸去，我哋一架大啲啦，摸一架摸去記錄機嚟講咧，我想跑摸其他嘢未來你人嘅點講你記錄。你有那種嘅熱情。投入，去做，不管時間長短，做得做，時間，你就時間，你就去做，一系列去做。对于人希望就讲要在他自己的乡镇里面能够生根啊，这个故乡这个乡镇，这个待的位所，还把这个待的所在发生乜嘅事情，或是有乜嘅好記錄嘅，這個就要嚟做下。是誰他給了我的我獨一文風，阿婆她來老阿公，還有阿爸看着風。focus。OK， 好不好？哇，那个黄土的特色吧，有没有？有。证件发表了。证件发表。更算来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《Hugo 蘿蔔》係紀錄業界第一部紀錄片，雖然還有東道素材為背景，不過第一擺就帶住安陽嘅世界，最近東南地咧，客家特別天天界係後人嘅精神，留對兩片土地嘅關懷。一片讓人中人喺東埔東慢慢嘅啲嘅平安狀態，兩下二步橋、三步橋都之間技術啲嘅進行，而本彩鐵讓上記錄。李東埔慢慢的繪畫結構。4、3、2，開始。